冇想到，真嘅落 Q 白講傳出來啊！唔像了，用我粉按救啦，身體冇事情哦。冇事。哥哥，你想要选里长，想要控制发动预算了，爸爸都支持你。爸，你这样想啊，你用會敵啊？家講嘅事情我已經談到啊。爸，你係007哦，專門頭堂騙人講法。上擺哦，隔壁間開個時間，唔係頭堂，下擺唔係頭堂。家李總還在太嘅吧？唔係支持好。唔但請我還在，還要好好服務大家，好好嚟做規劃，建設人嘅家鄉啊！哦。不過唔係啲，我從細做東西啊，入社指數哦99%咧。關鍵乜嘅入社唔入社，重點係唔肯向前行啊！就算做嘅，結果還係失敗。不過，青社很有大變過啊！阿公特別唔係講，成官都冇因素，就算贏。好，我真做。就算騙人出此道，我嘅三網主係批亂。不過也罷，我本記得看到，我唔但將啲大批亂，我還懂三網啲惡事。香柳。姨婆，你會入來啦？唉，條骨幾陣入來啊！每年做都會發錢呢。發乜嘅發啊？幾難冇年錢啊！啊，我弄過啲嘅。錯啦。姨婆，從到把個後生面做到咧。啱啲啊，家鄉轉起就同你講啊。三台灣。你同副理事講，把家家回數嚟。冇講錯，做一下同我飲酒，你下啱前啱啲面表嘅，而冇開讓爸爸本人嘅做習慣啦嚇，面都啱你啊，啱再改啊。韓國，我係條就入來啊，你冇開嗌我本人嘅罰錢哦。冇按卡通喎，買嘅卡通啊，嘅卡哇伊啊。做錯開啊！其實我唔會係七罰年啊！你到底係罰面又係衰妹啊！二確天。本來哦，我想諗下爸爸生前判法通啊，結果樣事變咗你出嚟見理長，你係咪愛錢啊？做理長啊，真嘅冇好愛啊，我妹。唔係啦，我係想哦，往次把上嚟過後啊，一定行會去登記啊。呀哈，係啲嘅分明，下禮拜就先去登記，安尼佢就對我冇法度啦。幾咁，我出嚟結離婚。我就會講唔到，我為到縣理長嚴格，我所長想我來縣就解決問題啦。哦，我做離開也比幾廿年咧，唔係人會聽話。當然講哦，你下當到做過啊，看到獎啊，就要跳票分嘅啊。幾部背後啊，要倒半用阿弟個啊，雙拜哦，比原先嘅時節啊，啊，仲害死冇人佢出動落去。結果呢，變咗死票，幾咩送？哎呦，就算我先到咧，咩唔會從爸爸按你了錢啊？你相信下？韓國愛卡通，你裝卡通嘅，啊你先到呢，甲台北嘅咖啡店一樣夾實咧。不過，因為我先唔到。係講哦，一種離譜哦。
有时节啊，就会想办法控制你爸爸，老几哦，生米煮做熟饭。妈给生米煮成熟饭，莫乱用成语好冇？哎，差不多意思啦。喺讲半夜出来先哈，佢啊就会出来听说你拉票半夜当先呢。韩国佢出咗地，唱街宫廷剧做诶，太上行，完全控制你。那就有了皇太后出面拯救皇儿啦！想法啦。記得咯，喺講現代嘅話嗬，嘅辦公室啊，冇地步卡，安尼佢出冇辦法插手嘅。哦，唔錯啊，唔係講我先到，因為講到辦公室去啊，哎呦，嘿，你這個一講一聽啊，阿妹人哋啊，就係你啊，每日拜哦，你進來哦，就可以捱變三八嘅，亂講嘅。安尼唔好，莫當你做啲做面粗粗條咁樣，安尼多辛苦啊！係那就面悄悄，那係親男啦，唱白婆強中嘅李宗白咩？咁捱休息2秒定幾咯？好啦好，記得咯，莫不讓爸爸啲啊好。等到俺老幾生米煮咗熟飯，再嚟老幾講下。好，俺就強下生米煮成熟飯咯。錯啦，嘅重用啊，要上到一樣嘅生嘅冇。俺這以好好算一下哦，應該唔會超過。真的？煮的啦。哇，煮的啊！唔當講什麼？唔係強啦，像係懂意外啦。謝咯，我確定唔會人哋講，係戇固。唔留讓媽媽講嘅嘛。忙啊，我連我兩三講下都係忙講咧。做嘛？咁叫我唔同意哦。唔會唔同意啦，像係忙有機會講，我兩三張講下3陣嘢。3陣嘢，你準備出一條人命咧？咪很受叫人講。你係唔係有上過某2日嘅生意？冇啦，做乜嘅懶啊？冇就好啊。有，那就大本事。常用講向人爸爸生意，現在去同人爸爸講結婚嘅事情，係講人爸爸身體好咧，就約人爸爸媽媽強下哦。哦。唱要哦。嚇？嚇乜解啊？冇啦。冇乜解啊？你點解做咗點位未唱下呢？哦，嚇？冇啦，安尼啊？冇啦。你都安尼嘛？冇啦。我算了一下哦，青島就會唔了錢咧。主要做得上嘅係哦，無愛做法差，無發獎金，還有因為疫情哦，製作廠改做環保哦，還係買 N 七加沃卡嘅，買人就做唔得囉嗦。錯呐，做錯係欠七家不開環保啊，驚買人哋。安尼就差唔多30萬咧。青島就會冇了錢咧。唔過，安尼鄉親敢會去倒茶貼多，頭擺哦，又好食又含有獎金。安尼擺，哎呦，因為疫情哦，你拄好迄發通怪病嘅理由啊，為咗愛減少群聚，連帶大家哦去參觀茶園水圳，大家哦還做得盡量保持距離。韓國，那還會帶大家去一隻秘密景點。嘛該秘密景點啊！我老唔講秘密。哎呦，有嘛人會相信就嘛該秘密景點？好了，唔係水準啊，就係茶園啊，大家都懂了解啊。
前几年啦，俺还发现嘛个骨头啊，太高，连看啊都唔可以看呢。下摆无强用啊，一定会有人爱看啊。还有一部，但枪飞都唔了钱呢。你想看啊？潘嗰种创个发通哦，一时嘅创意做梦，太搞塞宝宝，嗰是2啤酒，嗰冲2条歌嘅，转衣服靠水高木，天热热，风啊起来，我记住唔记得，伊是咧英语做梦呢。韩国作为创歌嘅人，手记掉，参加发通嘅人，手记掉。青色生态之里，连生人要做得强下参加。所以不，爱支持爱哦。俺冇支持俺冇嘢，我支持萬人。韓國20人人來投熱拜哦，唔是了錢嘅，實在是當監徒個。好感動哦！當監徒。我愛我。你給醫院嘅做判件本來啊？你愛無限重要嘅事情，醫院該上嚟去。過判一種就好了啊。俺們哥啊，講唔係長期大醫院嘅，日雜禮拜二內容做唔得滿人啊。冇啊，俺係條條入去哦，做到嗬，會罰錢嘅哦。啊，你沒做得哦？當然嘛做得，上輩哦都冇相騙。好，俺出一年拿出來嗬。該保全出咩？我捱入去。咁我記得人人啲炸彈嗬。做乜解炸彈？萬人夠滿捱出樓結講，連做媽30歲亦都要意見嘅。哎呦，好啦，那不嘿，來數好哦。來，我來滾門吼。一眾潘狗是喲，有是什麼定來位啊？歹勢唔啲咧。做乜嘅唔留記得講啊？從安尼滿路嗬，最好是講唔啲啊！你下當多愛拖錢愛做年啊，錢冇必數，出唔來錢你仲滿啊！祖師神功，一步，我係情人道哦。你要去約飛哦。哎呦，唔係啦，唔好衰咧嗬。你喺老人度約飛啊，我要當歡喜。唔係啦，開門咧。啊！起來啦！誒，做乜嘅？老艾同人度講，歹勢啦，送拜大嘅。這出太唔講過咧，起來啦！拜拜。Harus bahagia ya.有黑皮。眨眼掉。我诶，怎么很熊大？冇啦，洗茶機變順喺幾日翻考來執到啦。哎，好吗？我看过比上面安尼用。哎，來食下咯。阿總啊，你這個看唔到啊？啊，你有冇來？總啊，你做乜做唔得來哦？農曆飛嘅飛音同美國農業部嘅證明。安志生，你還好你搶先你演，太大宋的啦。
虽然动不会发福令，不过游赏时躺起来动香。啊！别做嘛！别做嘛！伊迄现天是抢乜街啊？无，哪有巧嘛嘅？就迄叮叮当当伊的文创给的事情嘛。今天刚刚的事情给了做嘛？俺去老几讲啊，无办法巧啦。你也面用的啊？但是说讲我太激动了呀。你去老叮叮当当讲，文创给谈咩事情啊，无办法巧啦。结果应该等下多。老几讲俺无办法啦，歹势啦。靠得住都得安尼用哦。差不多取好了，点嘛？你怎么敢好我去干？开车是大哦。几天数来哦，去调足那个事情。哪知道你搞懂中英语，多年不变。我给其中应来啦，乱懂你。有梦有心哦，哪是同，哪是美，突然逢快你上你一个独栋呢。错家，你是人也无联络，高中去排队，边一个晓抬头加一加，结果拄离婚那个晓，三个拄到，撒人手爱都扮伤心。你还给好住嘞？哦，你要去查人啊，人家飞。日本但就喺马路好无？迄个都乡亲心胸宽大，不用啥底下做生意。唔不应当就懂惨呢。你讲迄种哪不应当哦？你听说未？一生生死。太岁送那个本嘅证明，侬还有糯米电费，该间公司真给莫莱克多巴胺。什么？大家哈去买哥哥啊，哈甲推风。暗自说。哪知道你搞懂中英语，多年不变。迄嘛嘅主模，因为含有偏。我嘅东西啦。蒋先生，咱唔报告啦吼。其实咧，也公所对规例要判罚嘅法通吼，无乜意见。啊，不过重点就係吼，临時改過，就講講吼，還是會寫個公文，啊，就會講講付唔出，還講會耽誤到人哋啊申請保險嘅部分啊，吼。用嘅嘛，該都係公文啊。你仲辦咩？我咱唔報告。公文咱嚴時打，報曉請團外帶進去。啊？
拜托咩，安尼较惊。我迄时吼，给条乡亲要有意见啦，因为以前吼，奶弟，往次妈嘅事情哦，就一定会有人反对啊。拜托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妈嘅版本嘅公文。哦，你中国发通哦，你参加嘅人汉字会较多，生态治理哦，哈哈是家庭，向下参加，什么？错啦。可以啊，那就多谢嘞。乡亲嘅部分呢，就麻烦阿兄这天数沟通嘞。就讲哦，因为疫情，因爱避免原地群聚太长嘅时间，好冇？好，阿兄，哈，你拜翻报哦，嫌矮啊哈，莫嫌骗人啊，无啊你个别啦，当我啲抢神的。好啦，唔过我有一些建议啦。头摆吼，给奖品和奖金是真丰富呢。连矮电沙头啊都了全盘的哦，当然嘛丰富，唔过较丰富啊，还得抢公所，本来都得钱来判哈。伊无限啦吼，伊无限。唔放心啦，以后摆嘅纪念品哦都有特色。韩哥，我会带大家去集秘密景点，听说都赞到。喂，安尼做得冇？好啦，做对啦。下个李总哦，迄个买这件线到嘞，就要改良，加条发通还较有创意，微博卡嘅人做嚟向下参加嘅做。唔爱谢李总。错，爸爸做按多年嘅李总嘞，就爱本地好好歇困。不过，佢一定对乡亲表唔落心。故说我来推极限，就无法好讲嘞。幸好好好同爸公司说，无但日都要冲到桥毛。爸，你唔記得買糍粑啊？唔係講爸講好食糍粑啊？我冇猜啦。哈啦，真是挺重要啦。哎，哥哥，迄讲因爱做6两菜味嘅北港沙条，韩国爱做的靠会出色。你沙条蛋吼，加一堆黄片，就做得靠出色啦。安尼又好搞，又做得宣传影片嘅茶叶。宣傳茶葉。阿公公同我讲哦，应该迄茶树嘅贴纸丢到奶雕度，改变了沙条嘅质感，佢所做得靠出色。呀呢，下禮拜年啊都會影味，就要拿沙條請考啦。就做得靠出色嘅音樂沙條，你做得回去把講啲咩傳出去。好，现在去吃饭了。爸公，我迄家家，因为我需要人动多钱，故所我就想爱再用办法当省下来嘅钱先还债，过后个县里总还要聊天还债去，我唔会同几条政客强用，讲法唔算法，我啲安尼唔好，如果我无就像爸公报俾我多乐透，算了，安尼咪会害爸公涉嫌图利我，总共一句。我一定会完成，我做事。無行啦，你做乜解要條件慢慢叫出來？從細到大都按你嚇死人嘅。做嘛？北港腔唔對，做你拜哦。班长刘娜娜这次又是全校第1名，好好跟班长学学。有拍手啊？怎么连拍手都不会啊？这题谁会？老师，我会。又是只有刘娜娜，全班永远只有她一个人会哦。整洁和秩序，全校倒数第1。从今天开始，被班长抓到犯规的，要罚钱。89号，又是你们！
手不要偷看他哈。万国组长们不要传纸条。你是全校最优秀的，爸爸又是议员，你要帮老师管好班上同学，当全校楷模。我想要跟你们玩。我来帮你，谢谢。大家屁股好大哦！这个请你们吃，谁要给你啊？外国人猪脚妹。也拜常用法通哦，来按水用银幕砂条来做抹彩品，韩国爱用钢笔留唔到买哦。好啊好啊，一定不会打到骨折啊！唔好啦，我做得夺唔到你家私呢，或者係鋼筆。You are good， 李總。Very good。有乜解？小到按同意哦。冇啊，手同家家规划一下，當然李總風嘅潮路啊。台北人有乜解自己嘅同線做？埋副口語無偏見。從來都冇關心過體罰，但唔會條文你啊。也無幾關心啦，還會愛縣議員。佢當然做得縣議員啊，因為哦，家爸爸係立法委員。我從來都冇意思講阿爸好冇？錯啊，阿茶唔亂講啊，不然出來講法咧。迄牙茶鳳，迄堂牙茶子講嘅哦。冇，牙茶只講係當牙茶講講咧。我捱了做乜嘅茶來茶去咧？個子法仲唔得講名？唔講下屆出學間茶，都變咗強強咧。茶字茶故，是當一種鬼爭你對你講嘅。我同北公費事理啦。怎麼辦？你北公嘅條錢咩生啦嗱，我哋唔好啦。坐下等下條啦，都會衝到。北公係係咯，係是。阿婆嫌雞子太吵，來手落去準做錢，結果綜合都死槍槍的。去甲許一隻唔就好誒。阿婆講大送錢，唔幫我買。這個電子雞給你。這件你給我，我不要。都是小阿妹呀，她佢真假喎。茶人，佢嗌木卡就係茶人，我嚟參加解木卡。不過老實講啦，細年韓國嘅茶人就啲個黑白黑樣，根本都唔係種茶哦，有幾辛苦咧。當年哦，就有拿有食有獎金，你口頭裡辦的法通哦，正經病人嘅又較精彩啦。阿拜今年哦，就盼充國誒，禮拜吼盼生態之旅都冇夠呢。當年的古水嘛，行來參觀乜嘅，一下發通就水，係咪有你的事情啊？老李總哦，就自家出錢辦法通，你有可能也冇一筆事情。但係台北人要準來選李總，把啥選本記。人家家很準來鄉下為大家服務，後生人哦，想去選李總，算當有心的啦。
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公公，啊，阿公公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哎，我上个礼拜就忘了放冰箱了，人家都坏了啊。我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，跟你讲说，我找到救国公了。真的？那形状还完整吗？我只挖开了一部分，可是救国公很完整哦。太好了！哎，你有空带我去看一看。好啊。那公公，你还没吃饭对不对？还没吃，我早上去医院看你爸爸，他们不让我进去呢。您不用太担心啦，我爸没事啦。啊，那就好。我去帮你买便当哦。这太麻烦了。不会啦，你等我哦。好。福菜哦。龙女，按这些。有刚，老子冲一个后马，来买一组。又会你啊！有刚，大乐透，一个。好了。刚刚买彩券啊？对啊，你有没有第二笔？拄好见过。你要去哪？送番保本独居老人啊。唔可以发了。对啊，我已经发了嘞。饭时间了，好吃种茶。哪个时候有看好冇？我会通的啦。路上啊，咪总副听众在买彩券嘿。老娘妹，你都唔会帮娘爸做礼种，故说你去搞水线。错。嘿，我以前就认真线啊，冇听错靠娘爸的名上，真给问线到哎。哎呦，阿爸一定不会老爱天数啦，一定吃都懂啊，俺同妈妈安尼主动提个礼种联姻。挨做得人唔听数，条条你差唔多500票你做得嘞。不过，迄讲你先到李总，就我留啲凉谈的。佢天愛該先李總了，懂好啊，難得獻堂爸爸嘅花。唔過爸，我會成本挨一條錢哦，我會攀長用中國法通比賽。我嘅意思啊，做乜嘅歐攀中國法通，佢唔係離攀公司。三條李總也係唔係行門上？佢只主叫妹去講義務愛攀中國法通，我佢攀乜嘅神太子哩。也鄉親哦，都啲馬記點呢神經病。佢冇也是啊。佢還講佢係縣里總誒，明年夫妻哦應該啲家爸分開嘅時節，看你家爸嘅師傅，一時休息，上位靠攀法通A錢。有外老支持，佢想唔到嘅啦。佢當然想唔到啊。不過我會啲佢過攀長用法通。鄉親對有煙太嘅時節，我能愛過來攀中國法通，阿弟就做得落一條支持咋。呀，就2件事情咧，前面按你試嘅，只要丟錢，係做得來都幾多票。錯㗎，買票都唔是按多錢。我那一擺係靠買票動線嘅。那不管啊，本來錢，你也出去捱老主叫妹嘅第一站，那一定會受你啊，再夾回嘅台北去。我看你過嚟省太子，
当到上前这讲法，来听哦，还介绍一番中国发展较好。总会要改变一下呢。中下年轻单纯难改变。啊？中下组织无相用，中下年轻单纯平常食法。古说哦，一个细细的事情，唔讲爱讲，大家讲，想有意识的改变。其实都係三叔講到600%去啊！還有嘛個兩公婆人家，把公廟頭前嘅阿爸們，都係講3年呢，講到像其實啲現場相樣，本單單將兩公婆人家聽聽，傳到市民，話該講到離婚係吧？我說我打算先去說服阿爸嘅支持者，聽錯做對廣大一些嘅費。哦。也今天嘅最記得，那有可能啊！平常也把潘發通先支持佢喺馬上，所以佢就支持者嘛。故時我去參加中國發通嘅一記條，也下唔本佢就中國嘅拿獎金，電到一記條行路生一條。有人講，也下真有意見最記條誒。是嘞。古時眼鏡對象嚟較好啊。我還可以說吃看啊，因為哦，還有一隻變美景點。我聽說我哋改變佢條嘅想法。乜嘅變美景點？都算出啲咧。講下冇變咩？啲廚師對門在馬上都唔知。嗰啲仲下，萬年冇卡多一條街喎，睇下都掂。我啦，我做呀，我嚟辦啦。我唔但請愛攀，韓國人去聽我楊國主叫妹。唔老記比做嘛嘅，唔從細唔係嘛嘅事情都洋記。世界世界冇強用啊！一擺我一聽伊拿股票，直接能死嘅。迄台北做事有嘛個了不起？一擺縣李總，爸爸為老人勸說，從容發動一種對打無司機嘅事情，就算你啦。做乜解啦？今夜吃飯嘅事情，咩冇喺嘛傾訴？唔係錢嘅問題，係冇意義。那不管，本來錢，我就去愛攀啦。愛攀唔切解攀，唔啱談話。到李總投票以前，一幾啊爭贏嘅人用錢，我都唔係個本。問題，老總府講，李總獻機嘅經費，達條都愛我同意，我出來看落嚟，冇錢唔結會。哦。不错的，这碗就是刚刚说的哈，真的是，等等就哎，天都变了哈。啊，是啊。阿公公，吃饭了。哎，你来啦。那个，你老公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同学啦。你同学。大家好。哎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还给我送饭吃，留在这吃饭吧。不了，我刚吃，我先回家，你们慢慢吃，慢慢吃。走了。啊，你不在这吃啊？老王，来跟我一起在我家里坐着吃啊！来。公公啊，我再去帮你们买一个啦。不用，我们2个人7个都吃不完了。要不进来坐坐？不用，有事情就先走了。好，先走了，好，再见啊！来，老王进来吃饭，走，我們進去吃飯，老王。點啊啥？爸爸全部本日所有衝到嘅，佢同爸爸讀書電費事理，我看佢醫生係咩當財哥呢？華希，點解？所以我去財券行檢查係受理啊。拄好，
正好都要跟阿水哥去牙把青苔炖诶，孙下等伊去。不講唔抵挨無事前，挨搶係想愛趁下大家嘅資源，一擺挨咩一隻工業區，係希望喺南桃園可有一隻基地，將做得好好發展，咩做得有動到嘅就業機會，唔過就會愛唔辦喎，挨會好好前提，老唔先去一片，又大又派條嘅廟，請一定愛保佑挨成功哦。塞條數，塞條歌也樣嘅。阿幫你咧，很忙上也很忙事。塞條數，挨啲唔對挨有動到嘅污費，不過挨老唔講，挨唔會也唔敢去做會出面亮嘅事情。結婚人多點嘅事情，來做嘅事情，你莫講唔對。挨講樣嚟講，唔係唔會相信挨，誒，談講爺妹要出來獻禮種哦，親好啊，本塞條歌出現好好歇困，味道莫個本誤會，我愛先老唔報告，爺妹做手愛出來獻禮種咧。爺妹也咩見講愛出來獻禮嘅。佢係莫會亂講嘅啦，佢就係相對基前開始好，唔放心，到時我一定唔會插手，伴佢條後生人切家己好好發揮啊，同塞條講問好啊，我係講有聲嘅啦，這裡咧。今麦个生态之旅吼，太欧巴的啦！咁樣全里吼，交到某一地吼，牛腸道嘛，唔好用吼都市人家務嘅用上吼來看待中下人啦。人們都市人吼，咧吹人氣啦，為我們做環保、注重生態、調價咧。我們中下人吼，老原住民部落係親自做環保嘅啦。唔對啊，唔對啊！我們吼親自都做資源回收嘅啦，係為到乜解？唔對嘛？因為冇錢呐，所以有關的吼都在賣錢呐，啊個家己吼髒髒的呀，很多人用啊都在上錢呐。台北塘下草料吼，沒有一款氣候呢，係因為啊，迄室內吹冷氣哦，太貴的啦。人家個生態吼，我冇法度咱支持啦，除非吼你來改轉來，啊無吼，要不然我絕對冇咱支持的啦。我是個大家上快去，安點點啦，冇才人數是咱救的，人家帶去老人來說喏。好嘅啦，啟動馬台快貼心啦。怎麼你阿水哥幾多錢啊？唔是啦，都冇以前條牌都冇亞老爸數錢的呀。阿水哥，迄個我遲到去八公，剛要支持那個生態池。去八公？那。别人讲，家母耶要出来先，我这多事情冇按单纯呢。韩國見樣嘅按腳會掉，家家咩出來先呢？係唔係有人哋講說誒呢啊？應該是冇啊，你幾日哦，冇看到某個奇怪嘅人。係聽本人家鬥車添，昨日我喊佢哋爸爸好好檢查一下。你阿爸哦，本家家出來先咩好啦？你好好去看，按不開啊，咩好好去看。捱喺少啊，萬一本家家先到你種嘅花，做乜問家家先？出門你按甜嗎？有說。
你下来哦！有用爱莫？莫点头，莫乱点头。不好意思，你下来，下来。一下要留嘅 Q 白公，一出來，香港永遠只有一拜白公，聽做乜冇歡喜嘅？迄县里总唔係5年哦，唔要县里長，那都唔得县。也系哦，我本家家生态治理出奖的啦。我過嚟個啲菜園掉啦。而家喺應該做乜嘅？如果我買到大單啲片係較好啊，唔多去錯喎，多去又唔敢講錯喎。你講嘅人生就係安容，愛有錢。